嚟到11月12號谷草 A 欄嘅賽事，重心場次就揀咗第5場4班1200米嘅。我自己就睇好9號嘅皇帝英豪啦。呢一場呢，暫時有兩隻大熱門，分別係2號潘頓嘅觀金奇同埋7號麥道朗嘅星光快驅。咁觀金奇呢，就出賽2次都係跑1000米沙田直路嘅。上場大熱門呢，就贏3/4個馬位啫。咁今次真情呢，都係一個疑問嚟嘅。咁星光快驅咧上場咧就輸個頸位俾聖多多，呢啲都係一啲5班4班唔係好叻嘅馬，而呢一場咧段速又唔係特別標青，咁如果對比起上一場新勝嘅皇帝英豪嚟講，大家都睇到啦。咁睇翻預測嘅完成時間表嗰度咧，表現最好嘅一對馬咧就係一對新勝馬，就係銀刺勇士同埋皇帝英豪。咁皇帝英豪呢一場咧就排6檔就稱先少少啦。睇翻呢隻馬咧過去2年咧就跑得唔多嘅。咁傷患記錄咧就冇記錄嘅，中間亦都冇嚴重缺貨啦，咁就唔知練馬師係咩安排啦。咁今年咧換咗配備之後咧就即刻已經跑得近啦，下一場咧就由90倍咧變成10倍贏馬。咁上一場贏馬呢一場咧都係跑 A 欄嘅，咁佢就兜咗個大圈。咁呢一場咧對手唔叻嘅話咧，我覺得咧最少都可以嘗試一下 pace 嘅。